家亦都 mark 低時間11月21號下個星期二晚上7點半同樣時間同樣地點咧係去聽346計劃。好，咁嚟緊咧亦都係有 VAP 嘅特別培訓，有別於咧頭先我哋一個 VAP 嘅一個講座啦。今次嘅主題咧最主要咧我哋 focus 我哋嘅領袖咧就係同章以上，而且咧亦都係由我哋嘅 JL 雙鑽石徐醫生啦，同埋創業者鑽石 Jeff Lee 咧，同我哋去分享一下點樣我哋本身唔係發展緊保險行業嘅朋友咧，都可以令到身邊從事保險行業嘅朋友咧，可以係睇得通 Amway 呢個事業，咁而且亦都到時候咧去教授一啲大家保險行內嘅知識，等大家多一個話題同身邊保險人咧去溝通，可以令到佢哋睇到 Amway 嘅價值。咁所以咧，大家記得，如果你哋係積極嘅同章課員，一定咧要揾第二個時間去報名。好，咁啊，最後一個啦，就係我哋 CPAS Club 咧新一個班啦，咁就係將會喺我哋下個星期啦，11月26號星期日嘅3點至5點嘅時間咧，我相信大家咧身邊嘅朋友啦，甚至乎自己咧都有養寵物，都有養狗。咁但係其實原來咧狗仔由小朋友到我哋年老咧都需要唔同嘅營養素喎。咁所以咧知識非常之重要。咁而且最緊要嘅就係咧，我哋唔單止到時候咧會教點樣係去養營養素啦，幫狗仔去護理，更加嘅係咧會有啲唔同嘅護理嘅示範啦，教大家咧點樣可以幫狗仔咧可以係去剪毛啊、剪甲啊、洗耳仔等等，有一個正確嘅知識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身邊有朋友或者自己都有養狗嘅話，記得咧可以咧係用C Hub 咧嚟去報名，帶更加多嘅朋友嚟喎。好，咁我哋咧接下嚟咧就正式進入主講環節啦。我哋可唔可以先俾啲掌聲嚟聽下先啊？帶領一個好好嘅氣氛咧，進入我哋最精彩、最能量滿滿嘅一個環節。我相信咧，過往9堂入邊咧，大家都聽到好多唔同生意上心態啦、技巧等等。咁而今日最重要一堂，大家知唔知講乜嘢？就係目標同計劃啦。因為咧，我相信發展呢個生意，如果大家都想要財務自由，唔單止心態同埋技巧都非常之重要，更加嘅係我哋要落實去行，去拓展自己嘅網絡咧，我哋先可以完成自己嘅夢想。咁所以咧，目標同計劃咧，亦係非常非常之重要，而且咧，我哋亦都係最着重嘅一個環節。咁而今日嘅分享嘉賓主講老師就係我哋 JL 行政鑽石 Hong Kong Bank 導師。我相信咧，大家都知道佢當初嘅佢咧，亦都可以帶領住一班唔同各行各業嘅精英啦，可以咧令到佢哋咧都踏上財務自由呢條路。大家頭先入嚟嘅時候有冇留意收飛？有冇留意點名計時嘅係邊個？其實都係 DD 或以上嘅領袖，代表咗佢哋嘅團隊咧係非常非常之龐大。咁所以咧，而且今期嘅 PDC 亦都係由佢哋去統籌。我哋可唔可以咧俾一個掌聲俾佢哋為我哋付出？而且咧，Hong Kong Bank 老師咧亦都係非常之着重咧我哋呢一個團隊嘅文化，而且咧更加嘅係咧，我哋可以喺呢一個環節入邊咧聽到佢點樣當其時咧可以係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完成到行政鑽石呢一個目標咧。我相信佢一定係有好多心得咧去同大家去分享嘅。咁而我哋邀請 Hong Kong Bank 老師之前咧，我哋咧先睇一條有關佢嘅影片。我哋掌聲有請影片 ，thank you。
哋用最熱烈嘅掌聲同歡呼聲，歡迎我哋嘅 GL 行政鑽石 Hong Kong Band 導師。上個禮拜我喺樓上分享嘅時候咧，我就同佢哋講：哇！你聽呢啲即係人丁就好似得樓下嘅1/3，就非常感受到呢啲嘅掌聲係勁過15樓嘅。咁咧，聽完你哋咁疏疏落落嘅掌聲咧，我肯定唔會同佢哋講話，佢哋太勁，係啦。我只會能夠話俾佢哋聽咧，佢哋真係應該坐嚟樓下感受下樓下有幾勁，係啦，你真係好勁啊！連支筆都粗過上面嘅。有個年青人，Sam 哥曾經後生過，即係你睇佢着紅色褲就知道佢曾經一定好後生過，係嘛？唔係50年代都係60年代㗎啦。好啦，曾經有個年青人好想買架車，係啦，好想擁有架車。咁終於咧有間車行咧就願意要10萬蚊嘅現金就可以買架車俾佢買到佢心儀嗰架車，你冇理咩車，總之10萬蚊現金。咁呢個年青人貌似 Sam 哥嘅呢位年青人就好興奮，就攞咗債金衝入去車，一數99,998蚊，爭幾錢？冇錯啦，所以車行唔制啦，激到啊呢個 Sam 哥唔係個後生仔啊，爭2蚊都唔俾。於是乎咧，即係諗晒計，車行唔肯幫佢，佢行出車行門口。突然之間發現有個乞兒有個乞兒兜，乞兒兜入邊有啲散紙，佢終於諗到原來人生係有機會喺乞兒兜度揾食嘅，所以咧佢就同個乞兒同佢走埋去，同佢講：求下你啦，俾2蚊我，我想買架車。跟住個乞兒聽佢咁有誠意，佢講即刻同佢講。嗱，俾4蚊你，同我都買一架。你又唔好，即係我覺得啲掌聲係要等候先肯俾嘅，你哋真係，即係唔出到乞兒兜你都唔肯俾啲掌聲嘅真係，真係，而家啲掌聲係要真係喺乞兒兜度揾翻嚟㗎，係咪先？你有冇發現一個問題？當你完成咗99.998%嘅時候咧，喺呢個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幫你完成埋你嘅人生目標。同唔同意？你覺唔覺嗰一刻99,998，其實係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幫佢完成埋呢個目標？所以咩叫目標？目標就係等於你嘅咩啊？夢想加上時間。周星馳係咪有個名言啊？如果人冇夢想，就同咩啊？哇！點解我講咁正面，你哋講嗰啲都係哇！你哋好配合喎。但係今晚要講嘅咧就係講，因為大會俾個主題要我講目標。咁頭先係咪有出嚟表揚銀章 ？Anson 幾多歲知唔知啊？18歲就已經上咗銀章，冇計啦，因為佢娘親叫做咩啊？哇！其實我覺得喺呢度講課好enjoy嘅，我講嘅所有嘢你都知道嘅。喺呢度講嘅 PDC 嘅主題咧係冇秘密嘅，係嘛？因為咩啊？名門之後啊嘛，係咪啊？好啦，咁但係咧，其實我話俾你聽啊，你哋只能夠知道人哋背後嘅成功，你係唔知道人哋背後嘅努力。無數次咧，
我咧都覺得我係朝頭早係比較早翻嚟嘅，偶然地啦嚇。翻嚟嘅時候都見到 Hanson， 跟住咧每一晚我都差唔多接近11、12點，我先離開呢座大廈，我都會見到 Hanson。我問佢喺度做乜嘢？佢第一句話：我係一個營養師助理，簡稱 Andy 老師嘅助理。第二佢就會講：我仲未做過50個營養諮詢。我唔知佢完成咗未，但係佢完成緊張。呢啲就係 Hanson。所以咧，我哋去睇目標嘅時候咧，唔係睇個結果，而係睇背後做咗啲乜嘢。Anita 成日都同我哋講，我唔睇嗰個成績，但係睇你個工作量，我可以計到你係咩啊？你係能夠完成到呢一個目標㗎？睇工作量已經可以計到數啦。頭先大家係咪有睇到阿台叔講呢個咩啊？牙刷刷。我想問頭先有幾多個好認真地睇晒呢個牙刷刷，亦都好想咧翻去咧即刻去同你嘅朋友分享牙刷刷。有冇邊個？冇人舉手，係啦。咁我哋同你分享下一個真實嘅例子。我當年啱啱幫你起步嘅時候咧，係好識得做安利。所有嗰啲咧，我唔可以好似阿 Hanson 咁容易就可以，即係都唔容易啦，即係可以透過營養。因為嗰陣時咧，我對劉翠蘭嘅了解咧都唔及得 Hanson。我最了解嘅所有嘅產品咧，我哋產品就係牙刷刷。咁所以咧，我見嘅人就咩啊？牙刷刷，係啦。咁所以咧，我周圍咧去到地方咧，我最擅長嘅產品示範，呢度應該冇咩人見過我做產品示範，因為我當年淨係識得做牙刷刷，係啦。咁你估下我刷咗邊個出嚟咧？我當年就去咗某一啲地方，咁當時人哋就俾個機會我做產品示範，咁我諗去做咩咧？我最遲就唔知有能夠咩啊？牙刷刷，咁咧就係擺好咗個陣，咁佢哋俾得個幾分鐘我，咁幾分鐘就要我咩啊？唔使去聽，即係做咗呢個有 Zoom 啊嘛，咁我做個先，有 Zoom 有位啊上面。當場要俾60蚊坐，因為 Zoom 啊嘛。我哋本身冇 Zoom。係啊。5蚊個錢。邊個？邊個？醒過。哇！即刻好快就已經唔見咗幾支嘅咁啊！好啦，我就係做呢4個產品示範，尤其個朗口水。我話咧，如果你有用到個朗口水咧，因為你要發覺刷咗牙之後咧，仲有30%，尤其脂肪類嘅污漬係刷唔甩㗎，唔容易離開你嘅口腔嘅。所以朝頭早起身咧，你唔覺意你會有少少地口味。係啦，或者係你嘅味，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你每晚臨瞓前刷完牙之後咧，再滴舊裝，而家新裝我真係未試過，我因為仲 keep 住舊裝。新嘅個朗口水唔知達到咩效果，係啦，你可以試下。當時咧只可以含喺口度1分鐘，你就攞走。朝頭早起身送4個字俾大家，叫做吐氣如蘭。係啦，唔信嘅話咧，係啦，你即刻可以揾人嚟試下，係啦。如果冇人肯俾你試咧，揾你嘅 upline 試下，係啦。你話俾佢聽，我有用朗口水，咁佢先話無論咩味，佢都話好味。好啦，但係當時我做完呢個產品示範之後咧，我哋嘅蘇姐咧猶豫咗一陣，我覺得即係咁靚嘅靚女，佢當時都仲係孭住呢個香港小姐嘅銜頭啊嘛。咁我就一定諗過，其他人個個都買咗啦，淨係呢個香港小姐唔買點算咧？真係咯，哇！我刷得咁用力，居然刷牙膏講到牙血都甩埋，係啦，牙膏都唔買支，冇可能嘅。最後尾我就重錘出擊，就話只要佢買2套，送多塊毛巾同埋件浴袍，咁佢就買咗2套啦。嗱，呢2套唔重要啊。仲要係呢2套之後咧，去到今日，佢係一個 Q12嘅翡翠，
佢組入邊有2個翡翠，佢組入邊有超過10戶嘅 DD， 俾啲掌聲小姐。所以經過呢個之後，你哋覺得牙膏牙刷重唔重要啊？嗱，烏龍後邊有肥龍，唔好睇小牙刷刷。由今日起一起，唔該你哋拆出一片翡翠。啊，好啦，俾啲掌聲啊，台叔。哇，仲要出動到咩啊？佢中文，佢以前係咁樣介紹噶嘛。我係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教授。兩下，我嘅女。OK， 好啦，咁但係咧，真係嘅，安利每一件產品都可以為你帶嚟咩啊？不一樣嘅，所有嘅安利嘅產品都會話俾你知，同出面嘅產品最大嘅分別就係咩啊？你係可以擁有呢盤生意紙嘅，淨係一個牙膏牙刷，我都可以出到一個咩啊 Q12翡翠。咁你話啦，仲有扭出嚟咁多係啦，仲有如果有加埋美容啊，加埋高科技啊，簡直無敵。所以而家應該有史嚟做安利，應該係咩啊？最容易，亦都係最快。一陣間我後邊會講少少，嚟緊有啲咩咁重要嘅，即係點樣能夠加速大家喺個安利入邊去成功。咁頭先係咪出嚟表揚係咪有2位銀章啊 Ken 同埋 Hanson 啊？好。咁喺呢度咧，因為講目標嘅時候咧，銀章咧有一個韓國個皇冠大使，銀章嘅英文係咩啊？肯定係 S 字頭，不過太難讀啦，所以我唔讀啦。第二個係咩啊？呢個係銀章嘅簡寫，係啦 ，Silver Producer 銀章。好啦，韓國有位皇冠大使就講咗呢個咩啊？叫做 Amway 嘅 Starting Point， 即係安利嘅咩啊？所有獎項嘅起點。咩叫所有獎項嘅？銀章一個月叫做咩啊？銀章2個月咧，唔係3個月咧叫金章，6個月咧叫 DD。好啦，跟住喺後邊所有數出嚟嘅翡翠、鑽石、行政石，所有嘅咧嗰個咩啊？基本點都係源自於咩啊？個 SP。咁呢個 SP 重唔重要啊？我哋話萬丈高樓平地起，千里路行始於足下，係啦。咁所有呢啲嘅起點都係因為有個咩啊？銀章呢個點。原子彈係因為有咩啊？原子。咁我講下點解呢個咁重要？咁我呢度咧好想同大家分享喺我組入邊咧有2個銀章嘅故事。咁頭先你係咪聽到阿 Ken 講得好緊肉緊？去到嗰一日，即係而家呢個鐘數，佢仲爭幾多啊？2000分，係咪嗰一刻係咪心大心細啊？係咪啊？咁我哋呢度有好多有朋友咧，有領導人咧都有經驗過上銀章，尤其人生嘅第一次銀章咧，係咪印象最深刻啊？我一陣間睇時間，如果真係夠時間，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我當年嘅第一次銀章，係啦，有時間係啦。咁咧就係因為我當年我上銀章嗰個月咧，上完銀章之後咧，我第2個月係成個月都失聲，記住係失聲，唔係失身，係失聲。第2個月之後咧，成個月我都講唔到嘢嘅，即係因為我哋當年，你知道我靠咩上銀章啊？主要靠牙刷，所以刷到我差唔多冇聲，係啦。咁一陣間睇下我睇時間嚟講下係咪？但係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好欣賞頭先嗰位阿 Ken， 未去到最後嗰一刻都咩啊？永不放棄。頭先開場嗰段片，我指定每一次睇目標，我哋都會睇呢段片。個主題叫做咩啊？不放手，直到目標到手。好啦，我即係頭先聽到阿 Ken 一路咁樣去到2000分都係，因為我個組入邊都有一個年青人，曾經亦都係爭幾多分啊？2000分。咁嗰陣時咧，佢距離終點嘅時候，仲有幾耐咧？仲有2個半鐘頭。仲有2個半鐘頭嘅時候咧，佢就上初頭嘅時候咧，你唔知你哋有冇呢種經驗？就係爭少少咧，你好想好冤屈嘅眼神望住你嘅 upline， 你可不可以幫我？有冇呢種感覺啊？通常你發覺最後嘅時候，邊一個最有能力幫你手啊？尤其 Ringo 老師嗰啲團隊嘅時候咧，去到最尾嘅時候咧，都會問下 upline 你有冇帶信用卡啊？係咪啊？最後嗰幾分鐘都係好重要嘅。我好想同你哋分享下喺我嘅組入邊，當年係有一個年青人，佢當時係21歲，
仲有爭2000分，辛唔辛苦啊？年青人係冇人脈、冇錢，亦都咩啊？姓窮，但係仲爭2000分，所以佢第一時間佢唔係諗辦法去完成佢，而係咩啊？係諗辦法去揾佢嘅2個 upline 求助，其中一個係我，係啦。咁你睇下今時今日，或者無論諗下當時嘅我，都一樣係咁殘忍 ，no way 㗎嘛，係啦。咁但係佢想唔想放棄咧？佢幾乎好絕望咁樣，一路咁樣去度諗，放唔放棄8000分上唔上？想，佢自己係冇錢上，所以咧佢就不停嘅打電話，不停嘅打電話。打足喺我嘅寫字樓行咗2個鐘頭，冇坐低過。由我嗰間房嘅房頭行到房尾，行足2個鐘頭，全部都喺度打電話，打足2個鐘頭。當打到一個電話，打俾佢爸爸，佢爸爸應承佢幫佢買部水機，佢係當時現場即刻喊咗出嚟，然之後行到我面前，嗰啲眼淚水係咁飆，係咁飆。好彩，佢嗰2個鐘頭。所有嗰2個鐘頭，所有嘅訂單都係嗰2個鐘頭訂翻嚟嘅，個就係阿 Park 啦。當時佢係21歲，今日咧阿 Park 咧亦都係一個 Q12 翡翠，同埋咧佢嘅團隊成個團隊亦都係有好多戶嘅 Q12DD。咁今日咧阿 Park 咧就喺樓上講課，係啦，去同大家講一課，亦都係 PDC 嘅一堂課，你哋聽過嘅一堂課。咁我想講嘅咧就係，你會發覺即係話，當你去到最後。當你冇放棄個目標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覺得咧，你發唔發覺好似我嗱，尤其有上過銀章好辛苦嗰啲嘅時候，你一定有種感覺，好似如有神助咁樣。我有個下線曾經有一次咧，佢上銀章嘅咧，即係最尾一定要上嘅時候咧，係神奇到咧，佢就咁用嗰個微信 shake 到台下有個人喺街度俾佢 shake 咗上嚟，喺個 WeChat 入邊 shake 咗上嚟買咗一部水機。呢個係阿 Park 嘅下線。係啦，所以咧，你有冇想盡辦法想盡？咁但係咧，所有嗰啲咧，我都唔希望你哋經歷太多。我想經歷另外一種。咁我喺我組入邊有另外一個銀章，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咁呢個銀章咧就係坐喺門口，今日係幫大家，呢個係 DD 嚟㗎啦，都係21歲上銀章嘅 Aaron。Aaron 起身同大家打個招呼先。係啦，咁佢哋都係啱啱中文大學畢業，啱啱早3、4日前去參加咗佢嘅中文大學嘅畢業典禮。無獨有偶，上個禮拜咧，我哋成組人咧有3個中文大學畢業啦，兩個學位畢業，一位 PhD。咁一陣間都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下，都係喺安利入邊好成功、好有靈感嘅一個故事。我想分享阿 Aaron 嘅原因係因為佢係我組入邊咧，佢係21歲，都係咪同樣嘅條件啊？但最特別嘅地方，佢係唯一一個咧係非常善用晒成個耀星嘅所有系統。用盡晒，一陣間我後邊會講嘅就係耀星究竟有啲咩配套去 support 到我哋，然之後咧去成就我哋嘅安利事業咧。因為即係我組入邊幾十個銀章、幾十個 DD 入邊咧，唯一一個第一個月上銀章係12900分，咩意思啊？爆分，點解會爆分啊？錢多啊？過咗1萬分唔好咯，爆多幾嘢先係嘛？係啊，尤其而家爆1分好緊要嘅喎，爆多1分就多1%嘅獎金，知唔知啊？但係爆多幾分咧，都係多1%嘅啫。你冇諗住爆2分就2%，爆3分就3%，no 係啦，爆多1分會額外俾你1%嘅獎金。好，點解佢會12900分？就係因為佢完全按足我哋教嘅方法，係4×4架構。佢上銀章嗰個月係有2個銅章，一個12%同埋一個9%。咩意思啊？12900分，即係話係佢想撳都撳唔住，自動上咗去呢個咩啊？過咗1萬分，而且上咗嗰個月嘅1萬分之後咧，係自動延續住後邊嗰2個月嘅蝴蝶效應，係咪震下都震多2個月出嚟啊？就自動成為金章。所以咧，好關鍵嘅就係你有冇跟足我哋耀星成套系統，有冇跟足4×4架構去做翻你嘅架構，去咁樣嘅上銀章咧？你上咗去之後咧，自然就應該係每一個月都會 Q 嘅。咁就因為今晚亦都係講緊呢個目標月嘅話咧，咁我就講下，咦，係時候，喂，
原來而家先講到第一頁咋。OK， 好啦，咁第二頁同第三頁都可以飛嘅，係啦，係啦，嗱，第二頁咧就係呢個統計學嚟嘅啫，哈佛大學做嘅對 MBA 學生嘅一個調查，就係究竟你有冇寫低你人生嘅目標？連哈佛嘅 MBA 學生，佢有目標，但係兼且有寫低嘅咧，都係3%。嗰3%即將會成為一直以來都係成為佢所有嘅畢業生入邊最成功嘅嗰班。咁即係話，如果今晚在座呢度所有嘅 PDC 嘅學員嚟緊，你有你嘅人生目標，或者係你寫低你100個夢想，而你又好清晰你個目標嘅話咧，你又寫低，你有每日去諗佢咧，你即將會成為呢間房入邊最成功嘅嗰班領導人。係啦，咁啊冇目標，頭先講過有目標嘅叫做咩啊？冇留意到咧。沒有目標嘅人生叫咩啊？3個。咁有目標嘅咧，嗱係咪咧？應該翻唔到轉頭睇啦，下一次俾大家睇翻啦，係啦。咁嗱，無論你係做生意又好，或者係咩啊，做緊安利又好，或者係翻緊工啊，你清唔清楚你嘅成個人生嘅軌跡啊？即係你嘅人生嘅成個途徑。我成日都會同我啲伙伴去分享一個，即係一個理論就係。如果你買咗一張火車飛，即係而家高鐵飛，呢張高鐵飛咧個終點站係北京，你係咪好有信心？非常有信心，只要你唔落車，你係咪一定去到北京啊？同唔同意啊？嗱，有邊一位領導人或者邊位朋友，你睇到呢張圖嘅時候咧，你就會 feel 到你嘅人生嗱，呢個係徐醫生咧，每一次我同佢一齊嘅就係討論呢一個時候咧，我哋都覺得好有希望。因為咧，我哋係逐格咁樣數咗上嚟嘅，哇！即係睇住咧，然之後哇，呢一路咁樣數到嚟咧，終於行到中間。咁但係咧，恭喜大家嘅地方就係咩啊？因為安利啱啱喺早幾年推出呢個 Corpus 核心加碼嘅獎金咧，就令到咧你會突然之間好哇嘅聲。所以我今晚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咧，喺成個 Corpus 獎金。你要留意住某啲 point 有啲重點，就會令到你喺起步嘅時候咧，你已經賺到最高嘅收入，係啦。咁我點解我突然之間想咁樣去分享咧？就係有冇人去百老匯或者係豐澤買過電器㗎？你本來想買呢個牌子嘅電器，通常個 sales 會點啊 ？sell 你咩啊？另外一個牌子，或者係佢一路都想鼓勵你係咪啊？買另外一個牌子，點解啊？你哋全部都好明，係咪佢嘅收入會高啲啊？咁我想問，大家都坐喺度，禮拜二個個禮拜二都喺度，咁認真坐喺度，你有冇諗過點樣能夠攞安利嘅獎金攞到盡啊？係咪攞到安利嘅最大嘅價值攞得最高啊？有冇諗過啊？有冇諗過今年你會完成 Q12DD 啊？有邊個有諗過今年會完成 Q12DD 嘅？嗱，我見舉手唔係太多。咁即係話你全部嘅目標都係比呢個高，好好欣賞你哋。啊，逢係唔舉手嗰啲，通常都係諗住翡翠鑽石嘅啦。啊，係啦。但係咧，如果 Q12D 咧，我哋先由基礎開始做起，做個 Q12D 得㗎啦。咁今個月咧仲有機會。咁 Q12DD 咧有一日，咁一陣間我會俾張 PowerPoint 你睇。喺Grace 個組入邊咧，就有一個領導人。咁咧第一個月上銀章嘅收入咧，估下幾多錢？佢破咗我成組所有嘅記錄，第一個月上銀章，啱啱1萬分，但係佢嘅收入係有，唔係呢張，係啦，咁咧即係唔講得，一陣間要講，係啦，咁咧我又好想同大家講咧，就係你哋可能即係覺得呢個咧係同你比較接近啲，但係另外一個想同你哋分享咧。我哋上個禮拜啦，即係玩遊戲咁玩啦，即係今年有好多人係咪有機會叫咩啊？翡翠同埋咩啊？鑽石嗱，今日坐喺度咧，阿 Flora 同埋 France 坐咗喺度，而 Flora 同執翻喺邊度咧？哇！嚟，哇！你睇下佢哋嘅笑容真係唔一樣，話俾你聽，因為佢哋嘅目標今年係直接挑戰鑽石，佢亦都係香港差唔多我哋 PDC 咧開埠以嚟咧。第一年完成藍寶石，第二年完成翡翠，第3年挑戰鑽石嘅。所以我點解要 show 呢個表出嚟啊？就係因為睇住個 sales 嘛，我嘗試去計一計，
一個全新嘅鑽石喺現今呢個 corporate 獎金底下，如果攞到最高值，即係我先即係平時咧，梗係我哋做安利係咪每一次我哋都講得好低調啊？係嘛？你都可以 feel 到啦，後排嗰啲鑽石係咪喊都好低調啊？幾多層樓收租啊？Annette 老師啱啱買咗幾層樓啊？佢都好低調地講嘅啫嘛，係咪啊？從來冇公開過嘅係咪啊？係啦，即係勁低調係啦。咁但係咧，我就嘗試高調少少，公佈下阿 Francis 同埋呢個 Flora， 因為佢哋跟住阿 Annette 老師咧，就開始學高調中嘅低調，低調中嘅高調係啦。好啦，我哋計到最盡咧。一個全新嘅鑽石，好似 Flora 咁嘅情況，啱啱完成翡翠，一下唔覺意完成呢個鑽石，最高收入可以攞到幾多咧？識唔識讀啊？我哋真係好認真計嘅。嗱，唔識計嘅咧，唔該你哋真係翻去認真計下成個 corpus。我計咗幾次㗎啦，係啦，即係我話冇可能嘅。我做到 GER 都係好問水，都冇賺。點解一個鑽石可以賺到呢個數咧？你知唔知點計出嚟啊？我估你哋真係冇認真地計過，因為我哋全部咧嗰啲後邊嘅 corpus 嗰啲咧，全部都計到咧。假設佢全部可以攞晒，同埋佢每一個月咧都係咩咧？無論脫離幾多組，佢嘅個人分數都係12,900分。無論脫離幾多組，佢嘅個人仲有計埋咧，佢係唔過意地。做埋第7組，因為第7組嘅年尾花紅係等於1至6組嘅總和，係咪你啲全部都唔知咧？我講嗰啲你都唔明咧，唔怪之你上 PDC 唔夠啦，所以係咪應該即刻報埋下期嘅 PDC 啊？勁有可能下期嘅 PDC 咧就會拆解呢啲數字俾大家聽，即係有好多秘密，有好多數字咧，其實 M 公司唔係冇講到，係你冇去睇啫嘛。M 公司嗰個獎金制度就係本獎金就咁厚，係咯，都冇人去睇嘅。你哋成日喺呢度聽30-40年啊，聽 OVP 啊，聽嗰啲 VAP 啊，乜 P 咪 P 啊，全部聽晒 P 喎，但係從來冇人去研究過。原來安利公司後邊背後嘅獎金可以最高值，你可以攞到幾多？咩個人增長獎金最高係幾多？組織發展獎金最高係幾多？所有嘅全部都係最高幾多咧？同埋你做嘅最低資格係做到乜嘢咧？其實12,900分你已經可以打爆機啦。所以咧，成年人做唔到，21歲嘅做得到。俾啲獎都21歲嘅。我哋 PDC 係咪有一個主題叫做8把金鎖匙？係咪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密碼？入邊咧，開場第一版就已經幫大家定咗目標。咩目標咧？就係第一年做過 DD， 第二年做過咩啊 ？Q12DD。原本咧8把金鎖匙咧，第一年 DD， 第二年咩啊？翡翠，第三年咩啊？鑽石。咁我覺得我哋香港人咧就比較務實啲，兼且咩啊？低調啲嘅高調，係啦，我哋就嘗試好似阿 Francis 咁啊，第一年就已經咩啊？藍寶石，第二年已經係翡翠，嗱佢啲超班，但係我講下比較務實啲，真係可以做到。第一年 Q7，有幾多錢收入咧？30萬，呢個已經我哋計過係最低嘅啦。嗱，開始我哋做翻低調啦。第二年咧就 Q12加一組 Q7，咁咧你就有50萬。嗱，嚟到呢度咧，你一定覺得。即係好似唔係好多係咪？係咪好似唔係好多啊？即係突然之間你又覺得對比頭先嗰啲大數字啲係咪好少啊？但係你有冇諗過一個大學畢業生啱啱出嚟社會幾多錢一個人工啊？一個啱啱初出嚟嘅大學畢業生容唔容易揾到3萬一年啊？容唔容易啊？係咪非常之難啊？優秀到咧好似咩？我哋嘅 Annie 咁樣，哇高材生中嘅極品。係啦，我估佢可能初第一年咧，我唔知佢有冇啦。但係佢第二年咧就好快去到呢條數啦。但係第3年咧係咩啊？挑戰翡翠，我想鑽石嗰一年先至啱啱好問水，都到唔到呢條線。但係而家做到翡翠都已經有100萬年薪，係咪應該俾啲掌聲安利公司啊？好啦，咁咧想同大家分享就係點樣能夠用拼搏3年就令到你額外增加180萬。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係咩咧？唔係你淨係安利嘅收入，你如果本身有一份收入返緊工嘅，而你透過3到5年嘅時間咁樣去完成創造安利嘅收入，令到你變成咩啊？1+1，咁嘅時候咧，你會突然間發覺，其實第一年你就已經知道喺我組入邊真係好多人咧係第一年已經完成咗 DD 嘅。咁啊有阿 Banker 啦，有阿 Grace 啦，
有呢個Amy 啦，Amy 係由入嚟咧第一個月就 Q 到而家冇斷過，即係第一個月就已經入嚟第一個月就上銀章到而家冇斷過。咁一陣間講下嗰個架構係應該點樣玩法咧咁啊，所以咧你要配合住我哋所有嘅 PDC 嘅課咧，如果你跟足嘅話咧，理論上你係應該可以做得到嘅。好啦，咁呢個就真係純睇錢份上可以做到嘅。好啦，你要記住，當你做到嘅時候咧，仲係兼職做到頭先嗰3行咧，係咪有返緊工㗎？有冇啲嘢有返緊工㗎？舉手嚟睇下先。哇，都好多，即係我曾經都同你哋差唔多嘅。我曾經咧我覺得喺我最艱難嘅歲月咧，就係喺呢個6年喺地盤嘅時候，所以我而家一直都保持呢個安全嘅頭嘅樣，即係俾人哋一望落去咧，肯定係戴個安全帽嘅啦，咁安全。但係嗰6年咧，係由第一日我就已經話俾自己知，要最快速度離開地盤，因為入邊充滿住生與死，充滿住每一日都充滿住驚險，所以咧兼且咧係睇唔到你嘅前景，睇唔到你嘅未來。所以我最勤力嘅時候咧，就係喺做緊地盤嘅時候，因為我覺得我最有目標嘅時候咧，都係喺地盤嘅時候，因為我好清晰，我有個夢想，有個時限，我必須要最短嘅時間離開地盤。所以我每一晚地盤收咗工之後咧，地盤有2樣嘢會令到你非常之攰嘅。第一個咧就每日吸緊塵，你會好攰；第二個咧就每日流好多汗，你會更加攰。所以所有做開建築地盤嘅咧，每一收工咧，第一時間想撲翻屋企，然之後咧開罐凍啤酒，然之後咧飲完食完咧，第一時間上床攤喺度啦。因為第二朝頭早5、6點又要起身，又要再翻。呢度有好多應該有啲同道中人啦。咁但係我知道呢一個係我改變命運嘅唯一機會。所以咧有錢嘅時候咧就錢定，冇錢嘅時候就咩啊？所以嗰陣時我哋已經認識咗紐崔萊，我就知道咧每一日咧4到6對 WS 加埋蛋白粉。我嗰陣時係唔識得，即係冇聽過 Annette 老師講 Q10，所以唔知道有咁好嘅 Q10 可以運用，所以我就大量嘅 BC 鈣鎂，幾好嗱，就係咁樣嘅時候咧，就咁樣頂住，跟住咧最重要咧就係我哋當年學上 PDC 嘅時候咧，就唔好似而家咁樣咧，全部都 casual 加 smart。所以 smart casual， 我哋嗰陣時好嚴肅嘅，即係個個着晒西裝打晒呔嘅。所以咧，我為咗想去俾一個好嘅印象，俾咩咧？俾所有後排嘅領導人，加埋咧俾我嘅下線，覺得我係似係做緊生意。所以我就會將我成套嘅西裝就會放喺咩啊？個地盤出邊咧個籠入邊，然之後揾個黑色嘅膠袋包住，然之後咧收工嘅時候咧見冇乜人。嗱聲換套西裝，然之後咧走嚟 PDC， 跟住咧個石 Q 就會問你今晚去飲啊？我話係啊，點解你晚晚都去飲㗎 ？Please follow me 啦，係啦。但係嗰個地盤就由一個人，當時我嘅小組咧大約應該有接近100人啦。6年之後咧，我嘅成個小組咧應該接近2000人，啱啱完成翡翠。咁咧就會出現咩現象咧？所以我點解我頭先個表現俾你睇嘅時候咧，就係你發覺，當你咬實牙關，然之後咧，為咗你嘅目標去完成嘅時候咧，當你做到翡翠或者係你嘅收入係你翻工嘅2倍，連續2年之後咧，示範下先。翻工嘅時候咧係咁嘅，即係有少少牙擦擦，因為點解咧？唔好串我啊！我聽朝早辭職㗎，係啦，行路咧就會咩啊？有風啊！哇！真係〜急急腳，真係有金汁，即係成日跟住翻親工咧，咩人同你打招呼咧都唔得閒嘅，因為點解咧？你已經開始喺度走去啲陰暗地方啊、樓梯口啊，打電話約人哋今晚去 PDC 啊，今晚去營養班啊，今晚去呢個咩班啊，你就會好忙噶啦。跟住咧，明明喺地盤好攰嘅，但係咧，我哋每一日有個3點鐘下午茶時間係我最興奮嘅時候，一可以偷雞瞌眼瞓。第二咧就係咩？喺嗰個時間開始約夜晚黑要出席嘅嗰啲人，約喺邊度食麵啊，喺邊度要溝通啊。就係因為咁樣咬實牙關，連續6年之後，就真係決定晒所有嘢可以從此同職場無關係。計一計數，去到100歲，多謝安妮 ，thank you。好啦，咦，自動就彈出嚟啦。幾多呢位新銀章？幾多呀？58000幾，第一個月銀章。
而且仲係啱啱萬零分突少少。你唔好問我點計，係啦，因為後尾公司咧都去問咗佢之後咧，哇真係嘅，同埋咧出咗獎金啦已經嚇，出咗糧㗎啦係啦，咁公司都俾晒佢，但係呢個係未完嘅喎。點解咧？如果你夠專業少少，你就開始計。你有冇知唔知咩叫個人增長獎金啊？好啦，先俾你睇咗呢一個先啦。咁呢個咧，原來呢個世界上係有啲下線咧，佢嘅咩啊？佢嘅上銀章嘅理由係咩啊？想送份生日禮物俾佢嘅介紹人，俾佢嘅 upline， 見唔見到啊 ？Dear Grace， 生日快樂！我今個月嘅業績係銀章，係啦。咁所以你會發現咧，喺我哋耀星嘅團隊入邊咧，你會聽到呢兩句説話。第一就係咩啊？珍惜才能擁有，感恩將會天長地久。係啦，祝福每一位新銀章，你都係送份禮物俾你嘅介紹人，係啦。咁我知道咧，上個月咧，我哋嘅彪哥哥，即係彪叔叔，係啦，我哋嘅行政主席彪叔，佢嘅個人積分即係唔理脫離幾多組，個人積分超過4萬分。唔好話，我話俾你聽啊，邊個係佢介紹人啦？係啦，如果你下邊有一個4萬分嘅下線，現場係我嘅下線，唔該聽住啊！4萬分嘅下線，佢嘅介紹人即係我咧，淨係6% 嘅獎金咧，有差唔多4萬蚊。咁即係話，我等於有層樓收租，每一個月收租幾多啊？4萬蚊。如果一層收咗4萬蚊嘅樓，市值大約幾多啊？約莫1500萬到啦。所以咧，而家如果現場有我嘅下線咧，你走埋嚟同我講，我今個月目標係4萬分，我即刻同你講千萬，係啦，咁所以咧唔好講得咁口響，咩對你嘅 upline 對你嘅介紹人好感激佢，所有嘅感激不及你做咩啊？4萬分，所以以後係我嘅下線，你都唔使請我食飯啊，我食得起，係啦，你都唔使話對我幾感恩啊，唔使啊，4萬分。係啦，所以所有嘅感恩係咩啊？4萬分啊！你真係勁啊 ！OK， 好啦，嗱喺呢度咧，點解會想俾你大家睇下咧？咩叫初級架構？咩叫銅章架構？係啦，咁初級架構咧就係有好清楚記住，因為有啲朋友咧係真係唔知嘅，就係喺你上一年記住，佢淨係同睇你嘅上一年，從來未做過咩啊？12% 或以上。12% 或以上，你先有資格攞初級架構，即係話你成個月嘅獎金咧，再加多30%，係啦。有啲人會上一年咧做過15%，但係佢未開始攞呢個咩啊 corpus 嘅獎金，佢冇攞過，但係佢上年係15%，今年攞唔攞到啊？係攞唔到嘅，記住，除非佢已經開始攞呢個咩啊初級架構嘅獎金或者銅章架構嘅獎金。但係未超過12次，呢個要好小心。呢一個咧就所以亦都點解我哋點解要你清楚呢樣嘢咧？咁另外一個咧就叫銅章架構，就係咩咧？就係你做過超過4000分，你下邊有3組9600嘅，即係6%，咁你先有資格攞額外多咩啊？40%。而呢兩個你同時做到咧，係叫做咩咧？好似法院判嘅，叫做同期執行。係啦，安利公司都有嘅，不過安利公司係好消息，恭喜你今個月同期執行，係啦。咁但係咧，你要記住，有冇識唔識得計一計條數咧？如果你係啱啱嗰個咩啊，銅章架構，即係幾多分啊？4000分，每一分係16蚊。唔好問我點解會16蚊，因為安利全球超過100個國家同市場，你都可以經營嘅。咁所以咧，佢有個用個同一個分數嚟計，就大約係64000蚊。咁如果係4000分咧，銅章咧就係有幾多啊？15%，你將會有幾多錢咧？9006蚊。咁如果你係計得好盡嘅，9006蚊，你下邊有3個6%，就會大約減咗1800蚊。咁你係咪個人大約有7800蚊嘅獎金？你計數係咁樣計，但係因為如果你係下邊有3組嘅6%，既符合3組嘅3%，既符合3個6%，你可以同期執行，你就可以乘多1.7，額外多70%。試問咁多位返工嘅，你有邊一個公司會為你加人工加7成啊？冇啊嘛，安利係啦。咁你就會賺到幾多咧？係13000蚊咁上下啦。即係本來咧15% 銅章咧，即係15%咧，你最多只可以7000幾蚊嘅啫。但係因為有呢個 corpus，突然之間就多咗呢個咩啊
額外多5、6千蚊，咁啊即係70%啦。但係頭先點解我要俾你睇個58000咧？就係因為佢係攞到好盡，佢就唔喺4000分度，佢有計過，佢好勤力。我從來未見過一個銀章係點樣做到嘅，知唔知啊？喺30號嗰一日，佢成間屋企嘅台、凳、梳化、地下鋪滿晒嗰啲咩啊作戰圖，即係呢個客買咗啲乜嘢，呢個客買咗啲乜嘢，呢個客買咗啲乜嘢，淨係嗰沓單都咁厚，係啦。咁咧就，但係就你睇到嗰張相落去咧，你就覺得呢位新朋友好新嘅啫，今年3月先加入，係非常之認真對待呢件事情，係啦，而且佢係一開始就問清楚佢嘅領導人，所以喺上銀章上高獎項目就請你密切地去緊跟隨你嘅領導人，然之後咧問清楚諮詢佢，你應該要點樣做，咁佢係問得非常之好嘅。好啦，咁佢就終於就咩啊？上咗呢個銀章咧，記住頭先嗰上到銀章嘅時候咧，佢嘅獎金咧正常嚟計咧應該有大約3萬零蚊啦。但係咧因為乘咗7，即係額外多咗幾多錢啊？係咪額外多咗2萬幾蚊啊？嗱，我想呢度睇下，你有冇諗過，如果你喺4000分攞咗 corpus 同1萬分攞咗 corpus 有冇分別啊？因為佢總會俾你攞12次啊嘛，你係咪額外賺多10幾20萬啊？嗱，呢一個你可能即係我覺得喺呢度嘅時候咧，即係我唔係話鼓勵所有嘅朋友你上銀章嘅時候，或者係你嘅4000分嘅時候一定要咩啊？一定要即刻上銀章。不過你可以諮詢下你哋嘅有經驗嘅 DD 或者係翡翠以上嘅領導人，佢會俾一個最好嘅方案你。係啦，同埋咧有時唔好為咗啱呢個30% 或者呢個40%太早地過分地規劃，即係去做到呢個分數去攞個 corpus， 而係咩啊？如果你好似門口 A 行咁樣，你係有組織呢個問題啦，係有規劃性地，然之後你有架構地去完成咧，而一旦上咗去係唔會再翻轉頭嘅，呢個咧就非常之值得鼓勵。但係記得所有嘅咧，請盡量諮詢你嘅鑽石或者翡翠領導人，佢係最有經驗俾你嘅。咁咧你就會攞到一個咩啊？最大嘅利益值啦。因為我頭先話，我想同你分享最大利益值啊嘛。咁我哋都計過一個 Q12DD。啱啱好，咩叫啱啱好啊？即係佢唔係12900分，係純粹真係咧1萬分，跟住出個銀章就已經夠噶啦。佢嘅最高值咧，我哋上個禮拜計咧，一個 Q12DD 淨係出戶銀章咧，佢都有機會去到90幾萬。記住係 Q12DD，以前呢個係一個鑽石嘅收入，所以大家一定要咩啊？一定要對安利嘅獎金制度 corpus 獎金咧要了解得非常清楚。我成日都會講，聽到台灣各位。Q12雙鑽石，佢講過一句説話，佢話安利大門咧永遠都打開嘅，但係點解咁多人入嚟咧買嘢又唔買落你戶口嘅咧？入會又唔跟你嘅，因為咩啊？3個字，未夠專業啊！未夠專業係3個字係啦啊！俾啲掌聲啊！因為另外嗰個字係要掌聲嘅，係啦。所以咧點解要上完 PDC 係咪要繼續上啊？仲有，因為你要上，起碼上2期 PDC， 你先至可以上咩啊？12月1號，我哋啱今日係啦，先至準備出啦。12月1號知唔知我哋有個咩堂啊？我估你哋唔知咯，因為我撳住唔俾佢哋公佈咯。嗱，淨係俾 PDC 學員出去上咯。12月1號，我哋會開一班，淨係1堂嘅啫，2小時版，叫做咩啊 ？ADD。啊！俾啲掌聲，我哋後排嗰啲所有嘅鑽石啦。ADD 咧即係咩啊？Achieving DD， 即係點啊？教你點樣完成 DD 咯，係啦。因為只要你喺今個月同埋下一個月，你只要做到1個月銀章，你今年係好大機會會做到 DD 嘅。啊，咁後面我亦都會講埋，其實冇乜時間講㗎啦。後面會講埋咧，你做到 DD 有啲咩着數？點解咧？係今年嘅着數，今年嘅福利同以往咁多年都唔同，因為今年係香港安利幾多年啊？50年係啦，呢度有冇50歲㗎？唔敢舉啦，係嘛？只要你有50歲，你都發覺你50歲生日，你都幫自己慶祝，我俾自己過得好啲啦，係咪啊？咁安利公司都一樣，佢唔單止自己好，佢仲想你哋好，所以咧好啦，咁後邊呢個咧嗱，個人增長同埋呢個組織發展雙節獎金咧。係 DD 以上收入最高嘅嗰3嚿喺呢度產生，係啦。
呢3嚿數，如果你唔清楚咧，我好恭喜你，真係你會損失慘重，係啦。點解咁講咧？因為所有最高嘅即係未去到鑽石以上嗰啲收入咧，大部分最高嘅收入係呢3佢話嚿中國會。頭先我又咪有講到嗰中國商5萬8嗰個啊？裝咗如果佢係做 Q1，記住喎，一個月都好啦，佢年尾都可以收年尾獎金幾多啊？大約5000蚊到。咁即係話佢有5萬8，加多5000蚊幾多啊？6萬3。咁應該破咗我成個組有史嚟銀章嗰個月最高收入6萬3。但係如果佢一下唔覺意做到 Q7咧，就可以攞到咩啊？35% 嘅年尾獎金，即係嗰個3萬幾蚊，再加多35% 咧，攞多萬幾蚊，咁就變成佢成個月咧就變咗6萬8蚊。有冇諗過一個銀章啱啱好1萬分嘅多少少嘅就可以有6萬8嘅收入啊？如果唔明嘅，記得揾翻你嘅領導人好介紹。好，咁最重要係咩？尤其今個月開始，如果你做到銀章，咁你已經係有個最低入門嘅資格，可以去到邊度啊？柳吹來無錫農場。點解咁值得去呢個農場咧？知唔知點解值咁值得呢個農場？嗱，首先安理擁有全球最大嘅 organic farm， 呢個係毋庸置疑啦。而你只要有上過 Annette 老師啊，上過 HAT 啊，上過 H2O 啊，所有啲咧，或者聽過 Ringo 老師講柳吹來有冇啊？上個禮拜有邊個聽過 Ringo 老師嘅？唔怪之你哋啲笑容笑到而家都攰晒啦，係啦。由上個禮拜笑到而家，聽完 Ringo 老師嘅柳吹來，先知道柳吹來唔係嚟吹牛，柳吹來不是嚟吹牛，那因為他是柳吹來就係經過 Ringo 老師講完之後，你會覺得柳吹來更加勁。咁但係無錫農場咧，呢個係柳吹來喺全中國所有嘅地方揾勻曬，都揾唔到一笪地方，泥土適合、氣候適合，所有都適合嘅地方。甚至乎喺新疆揾到啲地方咧，向後挖咗幾米之後咧，發現居然殘留咗啲咩啊？嗰啲農藥。咁終於喺啲無錫呢個地方咧，覺得呢度氣候非常之啱。但係氣候非常之啱咧，又發覺佢嘅咩啊？泥土唔啱。所以呢個柳吹來無錫農場咧，係特登喺遠在另外一笪地方就產咗好多個足球場嘅嗰啲咩泥，然之後嚟搬過嚟呢個咩啊無錫，形成呢個咩啊無錫嘅柳吹來實驗中心。我哋俾啲掌聲安利公司，為咗咁用心。所以咧，咁但係最特別嘅就係、同樣地喺我組入邊，今時今日逢係有成績嘅，全部都係因為當年有去過柳吹來農場，無論係無錫農場或者係咩啊？或者係美國柳吹來農場，而且今年咧，唔係出年好大機會，安利公司咧係會俾大家去到呢個咩啊？柳吹來美國農場個資格同呢個農場咧非常之接近，咁所以咧今次咧嚴格嚟講咧係一個咩啊？柳吹來農場美國農場嘅咩啊？前奏。你只要今次能夠去到咧，我保證出年去美國農場嘅時候，你都可以去到，玩法好接近。所以有冇興趣今年點樣能夠一定做到？咁務必嚟緊嘅 PDC 就下一期嘅 PDC 會教晒大家點樣最快喺呢11月、12月、1月、2月呢4個月上咗個銀章，加多個月銅章咧，呢個就最低嘅入門資格。好啦 ，OK， 跟住好啦，我假設你啫。咁如果你有聽過之前嘅54321嘅話咧，咁即係話如果你而家今個月開始3個月之後，你係咪一定上到銀章啊？就係有架構。咁你就能夠符合到去到呢個柳吹來農場，而去到呢個柳吹來農場咧，最好嘅福利係咩咧？假設呢度有冇人未上銀章㗎？可唔可以舉手？未上銀章嘅，哇！其他都咁高偏㗎，哇！未上銀章嘅恭喜你，只要你未上銀章嘅咧，你只要上咗銀章，你好大機會就可以去到呢個咩啊？柳吹來農場，兼且送多個俾你咩啊？廣州2日1夜，每日食午餐。住5星級酒店，係啦，好啦，最重要係咩啊？如果你係按照呢個架構咁上去，如果你有認真地喺 PDC 度又有想買 ADD， 話明上到 ADD 就教你點樣完成呢個咩啊 DD。咁如果今年記住，你一定要喺 A50今年完成 DD， 因為只要你今年完成 DD， 送多個旅行叫做咩啊？台灣之旅，3日2夜，超過5餐，每日。係啦，跟住台灣去到咯喎，你完成埋呢個 DD， 頭先講 Q7 最少有幾多錢啊？係咪最少有30萬啊？
唔好笑，因為點解咧？我嘅組入邊好多時第一年嘅收入咧已經超過60萬、70萬都有嘅。好啦，跟住咧最重要係咩啊？當你完成呢一個嘅時候咧，安利公司自動送多個旅行。呢個旅行喺邊度咧？呢個就係香港九龍嘅 Rosewood 酒店，有一個咩啊？優勝者參與會，呢個旅行自動送嘅。你可能會笑啊！呢個旅行值唔值啊？嗱，我講下，我當年參加過2次，其中一次咧入門每人先送一部 iPad， 係啦，係話咩啫？好多人係唔係為咗入去參嗱，同我出席呢個參與會咧，最重要做一件事情，將你全屋企最少報嗰件衫着出嚟就得㗎啦，係啦，係啦。咁呢個係重點嚟嘅。好啦，第二咧就係咩咧？係啦，咁我有一年咧，安利公司咧就送咩咧？送個金幣。我當年其實忍唔住想當咗佢㗎啦，後尾忍手啦，終於啱啱湊翻出嚟，原來係1兩個黃金。當年唔係好值錢嘅咋，而家我攞咗出嚟，哇！點解冇當到嘅？係啦，所以咧你記住，以後所有安利公司嘅嘢唔好隨便攞去當，知唔知啊？係嘛 ？OK， 你先賣咗俾我先嘅。OK， 就係有呢一個旅行，最重要係咩咧？如果你有再大啲目標咧，你唔係淨係自己去紐崔隆場。你有冇諗過想揾你身邊嘅朋友同你一齊去紐崔隆場啊？咁如果你同你一齊去嘅時候咧，你一下唔覺意咧，做埋明珠，明明係豬，只要有3個去到嘅話咧，你可能咧就會自動去埋呢個咩啊？北海道旅行，咁嘅收入咧即刻直線上升，由30萬即刻升到50萬，最少。拼一年值唔值？講真係唔係咁好嘅機會。即係安利50年，可能最好機會就係今年嘅啫，係啦。咁所以咧，今年咧無論如何拼盡無悔啊！咁咧一下唔覺意咧，嗱，遲早你都有今日啊，因為我都有今日，係啦。啊，終於做到鑽石或以上嘅咧，咁啊坐下啲頭等嘅機艙感受下啦。咁啊同啲高長嘅領導人一齊去參加埋鑽石之旅。鑽石之旅咧，啊佢鑽係冇乜嘢嘅啦，就係啲餐廳唔同啲嘅啫，係啦。即係食親嘅都係米芝蓮星級嘅，係啦，機位唔同啲啫，即係隻腳伸嘅都唔夠長啊，係啦，即係咁就可以瞓喺度啦。咁仲有咩？坐下啲直升機啊！香港我哋係咪都係個咩紐崔係咪都坐直升飛機啊？去呢個半島啊！我以為香港嘅半島直升機好高級，哇！嘈到耳仔嗡埋，我完全聽唔到前面人講啲乜嘢。咁我以為所有直升機都係咁啊！直至參加鑽石之後咧，鑽石之類嘅直升機咧，點解咁靜嘅？我可以同對面傾到偈嘅。哦，原來嗰架係全球最新 model。所以鑽石之旅就有呢個分別，同一般嘅旅行有唔同嘅地方，坐嘅都係最先。好啦，咁我覺得咧，即係聽到今晚去到呢一度為止咧，逢係你都既然嚟得 PDC 啦，我覺得呢啲都唔關你哋事。你點會唔達目標啊？咩決心唔夠啫？坐得成晚都決心唔夠，又咩冇定啱目標？咁多後排嘅經驗嘅領導人喺度，點會冇定啱目標？所以咧，一對一揾你嘅領導人對焦，好重唔重要啊？周長計劃，你跟住 PDC 行得㗎啦。有冇全力以赴咧？一陣間講，冇時間添，係嘛 ？OK， 好啦，咁最重要就係咩啊？你真係千祈，如果你覺得你到而家仲未 Q， 咁可能今個月就係你嘅咩啊？轉捩點。咁亦都因為時間到啦，所以最後咧，我想有一段經歷想同大家分享下，俾你知道喺挑戰目標嘅時候咧，你會遇到啲乜嘢？咦？好配合，唔係呢個，我要講到前面嗰 part 先。係啦，前面嗰一頁就得㗎啦，係啦。我俾你知道，因為今日咧，我哋都邀請咗一個好朋友，佢就唔係當年唔係同我一齊跑沙漠，我喺呢邊跑，佢喺嗰邊跑，但係中途都係終點都係一樣。我哋都喺4日之內咧，喺沙漠度咧就跑咗4日，跑咗108公里。咁呢4日咧，當時咧有650人參加，來自10幾個國家。咁我個組咧總共有45隊，我個隊嘅平均年齡咧係46.9。係啦，其中 Lo Sir 咧就係全場年齡最高嗰個，係啦，都係60幾歲。咁咧有12位隊友來自5、6個國家嘅。咁咧你睇下我啊，第一日嘅成績要跑27公里，650人，我嘅成績唔敢寫出嚟，係啦。第二日嘅成績咧就係咩啊？第300名，即係啱啱好一半到咯。咁但係咧，我嘅隊長已經同我講，我哋喺嗰一次度咧，希望喺45隊入邊，我哋要攞冠軍。但係你要記住。全場嘅平均年齡係34歲，好似今晚咁樣。全場平均年齡係34歲，我個隊係咩啊？老人隊嚟嘅，46.9歲。跟住我個隊長話俾你聽，我哋一定要攞冠軍喎。咁我突然之間諗起紐崔萊。
所以咧，第一我就大量喺嗰4日度咧食咗好多嘅咩啊？平均一日食咗15粒 Q10，跟住咧每一日超過4至6對嘅 Double X， 其他全部都係 BC 抗美蛋白粉，好認真食。第三咧就係咩咧？我哋成組咧比所有其他組咧早起1個鐘頭做熱身啊！原來做熱身係咁重要嘅。我早起一個鐘頭做熱身咧，係影響咗全日嘅嗰個賽事嘅。跟住咧就係去到第三日就已經跑到第27名，係650名嘅第21個。而最重要咩咧？第3日咧就係4小時，記住喺沙漠，日頭係50度，夜晚係0度，溫差50度。好啦，最後我哋總成績團隊賽係第2名。而喺第4日有21公里，個雞一吹響，一開雞我就一支箭一路向終點跑。咁我跑嘅時候咧，我淨係望住一句説話啫，就係前面嘅每一個對手我都要超越佢。後邊聽到腳步聲我就驚，即刻繼續向前跑，永遠唔好俾後邊嘅人追到我。如是者，中間仲有啲記者嚟訪問我，請問你來自邊個國家啊？點解你會嚟呢度跑呢個沙漠啊？我就好大聲同佢講：你訪問後邊嗰個，繼續一支箭向前跑，係啦，一支箭。所以咧，當你有目標嘅時候，專注緊唔緊要啊？仲有成場最尾個21公里，即係差唔多半馬咁滯。記住喺沙漠喎，我冇休息超過1分鐘，我連廁所都忍住。然之後咧，一支箭咁啊，剩翻最後少少距離，我先至夠膽攞罐 SS 出嚟飲。我先記得我仲未飲，係啦，因為最尾嗰1公里嘅時候，全部都係沙嚟嘅，你跑都跑唔喐啊。所以咧，起步快重唔重要啊？所以點解今個月你要起步快啊？你唔好拖到最尾個月先嚟 Q， 千祈唔好。你想就話喺今個月你就 Q， 盡快揾你嘅領導人去對焦，今個月你就可以 Q 到。咁嘅時候咧，你會好輕鬆。因為最尾嗰幾公里，我全世界都跑唔到噶啦，都跑唔喐，因為個腳咧冧喺個沙入邊，所以只能夠行嗰刻就攞支 S 出嚟，係咯，我又飲得瀟灑嗰人，係啦，所以但係去到最尾嗰一日係21公里，我喺600幾人入邊，我跑第10，用咗3個小時4秒。當我去到終點嘅時候咧，我將對鞋除出嚟嘅時候咧，左腳甩咗2隻腳甲，右腳甩咗1個腳甲，甩咗3隻腳甲，2隻腳都係血染的風采。所以我可以好肯定話俾你聽，做安你都一樣，背後係咪都有我免費嘅午餐啊？係咪都要為成功付出代價？但係值唔值啊？因為有樓吹來，所以咧半年之後咧，所有腳甲生翻出嚟仲靚過之前。好啦，所以最後咧，為咗呢個目標，我最後有1分鐘嘅片俾大家望一望。我哋去沙漠接片，然之後去片。聽咩老師講個人品牌啦，幫我查下佢嗰啲心法。佢嗰個正，人生經歷正到爆。Google Drive 嗰度咧，Dennis 擺晒片啊，你查翻有冇？你唔知啊？咩？我知啊，但係邊個知有個廣告啊？有個佢個品牌。咁我唔知啊。但係你喺啲 YouTube 度揾翻啲，因為佢係乜 Polo 咧，可以連結到3個系統。我呢啲咁強嘅我真係，就係呢個新上行之中理解唔到。我見到你啊！